说法不一，看来还不是一路的。感情这范祖只是要接虎。妙音门，不是魁星岛那个小姑娘的门派吗？难道是在文思月言语中提及的小姐是她？前辈，为表诚意，妾身现在就可以买下前辈手里的东西，有多少妾身就收下多少。前辈意下如何？既如此，韩某手中可能确实还有一些存货，只是不知两位是否吃得下。前辈但收无妨。哦，有禁止。当真谨慎，看来这二人也非泛泛之辈。